大家好，今仔日是2019年12月13。顶一礼拜我从某去运动，去倒野是一个港道，是我再来港道，大家看得知是家人港啦。来哦，来看一个港道，这个港道怎么叫七条再来港道？港边的海就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我的好情谊，怎会拆分离？到底你去叨位？心爱的小姐，开酒甲彼时来袂记的奋斗，无依赖变成着留恋的送去。无记过留着留恋的相片。再来港岛，这较早做囡仔时哦，拢讲要来家人港吼，看大船放流啊，就是安尼，阮较早做囡仔第一摆去看，这个港岛就是家人，佮再次吼，佮来遐佚佗，所以阮这个所在是值得咱来留恋，来，佮足侪港岛的歌，像咱这文艺线的吼，拢做一寡港岛的歌。尤其咱这行船人安尼一间这唱歌尔啦吼，听收音机，这船顶安尼唱歌，这条歌叫做《错乱的港岛》。来到这个港口，你知无？我错乱的港岛啦！头一次来的一个港岛，虽然只有是我你的蓝情分，去咧那响起声，想着你心内苦，暗流着目屎看家市，驶袂出的港岛。这是这歌叫做《错乱的港岛》，另外写得真好。这厝人敢若真怀念，咱这家人港岛吼。还有咱拄仔看大仙的这观音世音菩萨，还有珠宝坛这家人有迄占卜因这水铺占啊真大，我带阮某去去啊拄仔你有看嘛有夜市夜市嘛真闹热，叫人庙口逐个人我家人庙口食小食真正是搁较闹热，比古早搁较热这是真正是一个可爱的港都。大家听我麦可爱港岛。天青无云。海风吹，在港岛要出棚，听起落声真快乐。虽然要来离开，欢欢喜喜来离开，前途是真光明，快乐无限的路途。我甲你的
可爱的港岛。要离开的时阵哦，就是一个港岛，可爱港岛。迄个港岛就是伊要离开的时阵，嘿，你看真赞吼！这港岛哦，较早足侪歌安尼描写安尼哦，这庄园哦，这情绪安尼吼。后来游人仔呢，拢会踮咧遮来谈情说爱，这就是一个港口情歌。那顶当时着夜舞，这子的音乐声，因我相对伊，想起明日。要出发，海潮作伴，离别温言啊，可味无人知。港口情歌。即因咱吴俊华老师的歌曲，咱今日来甲家人即个港土过来甲看卖哦，因为过去足久无来的观世音菩萨的大佛遮哦，即个叫做圆通宝殿，个珠宝坛哦，个有即个港口即个路灯吼，甲伊的即个船的灯啊，哦，你夜景你看嘛真优美吼，咱袂输。日本的航馆啦，哦，嘛真优美吼，真美丽，真壮观吼。好，今仔日感恩某做运动来到遮多谢恁的收看哦。咱介绍咱台语或者一寡好的歌曲，尤其港岛的歌曲。来，咱即过来回想到咱文艺先了曲歌曲《港边干杯》，即嘛改做日本歌曲，日本的。歌曲吼，伊写的甲咱遮应该差不多啦吼。来，港边干杯。港边的灯火影，映阮的心情。音乐声真快乐，港边的酒家，明日若要离开，你也免怪伊。可爱的小姑娘，今夜甲你饮头面。来干杯，两人的今夜。若生在海边的船员，阮就是讲爱情也希望，当交相逢时，江边花若开时，阮就要回来。初恋的小姑娘，请你放心来等我，来干杯，离别的今夜。
倒位的船要开，落声音悲哀。江边的小白啊，何时再相会？抱着你的身躯，约束咱将来。心爱的小姑娘，行准男儿心无变，来干杯，江边的金叶。